镜头等下咱国内继续关心凯美风台扫过了后，就大水后山区嘛陆续传出灾情。真像伫德鲁古的国家公园附近的山壁，礼拜是放假真厉害、真热。就烦恼附近的部落会有危险，公所透明要求当地人撤离。下来喽2暗6点外，德鲁古国家公园入雾溪北边的山区，规片山壁放落来，一直到早起还佫伫咧放热。加上凯美风台25登陆扫入来，要去总德村的山路，规条拢是落来石头。这边大概有20米都盖住了。你看这个当目前的全部都那个跑掉了。前山开始一直落了，后面昨天就更厉害。那你们现在都撤退没有啊？昨天有撤，然后不敢睡嘛。因为放弃的所在下骹就是富社村12人的部落，拢总有25户，114个人住伫遐。居民虽然已经撤离去入雾溪对岸富社国小来避难，不过放弃的区域看来有愈来愈靠近部落的情形，居民生命安全嘛受到严重的威胁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呐、我们要迁村，怎么要迁村？叫我们不要住这也不可能啊！这是我们祖先的地啊，叫我们迁哪去？公所强调讲，若是德鲁古口附近无安全，秀林乡山区伫4月初3地震了后，有真侪山区的岩盘也无稳定，加上凯美风台带来大水雨，目前包括3站、中德甲富社村等等的部落拢有危险，希望政府多爱重视。我是希望泰鲁格国家公园也要去关心你们所辖的这个区域啊，是不是影响了所有住户的居住安全？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跳出来，好跟我们公所来这边做结合，好包含水保局。居民表示，就算退离去富社村嘛无一定安全，因为瓦近阿年控场的10人嘛烦恼可能会放弃，加上了后可能还佫有风台。敢会对德鲁古山区造成更较大的威胁，公所目前还佫伫咧协调，希望会当有地点会当安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